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落水叫三界，上水讲无代。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船过水无魂，忘阮背义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日读做解，搁爱解第三条。读解这是读文音，解就是境内意思。若是分境内甲境外记号，咱讲是界线。另外国家甲国家的界线就是边界。边界或者是范围的限制，咱讲是界限。为界限的分界，交接的所在就是交界。若地盘有人讲是地界，地球上全部的国家所有的地方，咱讲是世界。另外，这个界世界嘛有超级的意思，像讲世界安怎，就是超级安怎。咱讲世界勇，就是有够勇。若研究学问或者是功夫到一个程度，咱讲是境界。也佫有道教，咱讲三界，又就是天官、地官、甲水官，又就是三界宫。这个背音读做界，像咱讲四界满四界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咱同齐来看到，读做是界界，意思就是区域或者是界境或者是分界。第二个词读做四界，意思就是大个所在，卖当讲是满满是一世界、满世界、大世界，也佫有踢倒家规山坪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细汉囡仔常常甲物件夜甲规世界拢唔收，父母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甲伊画一个界界。若是讲界线内底物件，拢叫伊家己收；若是无收好，伊就无骹路通好活动，唔知效果啥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界，这是文音；另外背音读做界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